真係嚟幫人冇錢噃。Four Family 帶你親子自由行，今次係台北夢幻家族旅行，7大5小全程包車豪華遊。我哋最大有88歲嘅太婆，最細有3歲嘅波兒，帶大家睇下一家大細都啱嘅行程。做個 room tour 先，我哋咧就 book 咗一個 B&B 嘅民宿。呢個咧就係廳嚟嘅，有4間房嘅，我哋睇第一間先。呢個咧，哇，真係超大，佢有套廁嘅雙人房，係啦。其實都唔差。咁另外咧，仲有一個廳嘅廁所。咁另外咧會有個單人房，單人房就簡單啲啦，一張單人床。跟住咧就係呢一個廚房，有微波爐、雪櫃、洗衣機。跟埋係雙人房，係呢個雙床。呢個就係我哋會住幾日嘅房啦。Day 2。因為又有太婆又有4個可愛嘅小朋友，有老有嫩啊，所以我哋揾咗台灣司機兼導遊嘅威哥幫我哋 plan 行程。我哋由食飯到景點都係靠佢㗎，全靠呢架 Benz 9座位，成個台北之旅都舒舒服服啊！第一站就嚟到位於32嘅賴新灰麵館，係80年老字號嘅古早麵店。佢哋嘅小菜都好多種類，主要係食客家風味嘅板條麵線。去景點之前最緊要係食下台灣嘅美食，醫下肚先。你食嘢啦，好唔好啊？有計妹啊，係咪啊？哎呦，瞓住咗啦！第二站我哋嚟到苗栗32鐵路嘅聖興車站。呢度亦係苗栗最熱門嘅觀光景點，因為我哋會自己開一架自行車，行走3公里，仲有好受歡迎嘅鐵路打卡景點，即係有少少好似去咗日本咁樣啊！好彩威哥一早幫我哋買定飛啫，現場真係買唔到，實在太多人啦。完全唔使擔心唔識操作，現場嘅工作人員會教到你識為止。點解係最受歡迎嘅景點？因為沿途會經過彩虹7彩隧道，同埋非常美麗嘅山景。仲可以同對面岸嘅旅客打招呼，仲會穿越舊鐵橋，即刻有種千與千尋嘅感覺啊！中途會休息一下，落下車去欣賞下龍騰斷橋。呢座橋喺地震嘅時候斷開咗，而家就變咗打卡景點。好，嚟影埋實質先，耶！仲可以喺老街買下小食，閒逛一下。發糕吃了會發財。一人挑一個。一個人挑一個。早上要哪一個？我哋嚟到新娘興磚瓦觀光工廠，呢度已經超過40年歷史㗎啦。大人可以了解下台灣磚瓦產業文化，小朋友仲有影片教學解釋磚瓦產業係點添。好啊，好，你要這個嗎？阿姨幫你拿。好，阿姨幫你拿。仲可以用紅磚嚟做彩繪杯墊，磚雕 DIY。我哋搭好車就去食嘢啦。我哋今次係食一個客家菜嘅。2 hours later。
個就係士林夜市啦。如果講有嘢玩嘅話呢，就要嚟呢個士林夜市。好似話呢，以前呢係水泄不通嘅，但係而家呢，近呢幾年呢就少咗好多人。休夠咗，瞓醒咗。綠色喎。我而家係有大量嘅夾公仔機。有得玩呢啲槍槍。大推呢個臭豆腐超好味。哦，肉夾饃。The next day。望住啊！你話 Boy Family， family 跟住我哋親子自由行。自由行。我哋而家嚟到猴硐車站，因為我哋未食早餐，所以我哋嚟到礦工麵點仔度食咗早餐先。哇！呢度嘅礦工麵同埋大大粒墨魚丸湯，仲有滷肉飯都超好味啊！你可以簡單講一下你們的包車。我用我的真眼跟你說。還在拍你們的嗨。哦。佢而家跟住你啊，你喐啊，係啦，嗱咪跟住你咯。就我哋今日最主要嘅目的呢，就係去猴硐貓村，而猴硐貓村呢，係被列為新北必去嘅旅遊景點。沿路上去已經見到好多貓貓嘅裝飾啦，真係超級可愛啊！未行到去貓村，已經見到第一隻貓貓啦。喂，經過咗車站同大橋，就會嚟到貓村。呢度最大嘅吸引力就係呢度嘅貓貓係採用放養式嘅照顧方式，所以呢，佢哋好親人㗎。每行幾步就會見到一隻可愛嘅貓貓，仲要任摸唔嬲，帶小朋友嚟真係一流啊！除咗瘋狂摸摸同打卡之外，都有唔少旅客去帶嘢食餵佢哋㗎，所以每隻貓呢都肥肥白白。猴硐貓村更加被美國 CNN 評選為世界6大賞貓景點添。摸完貓貓，仲可以落返去下面嘅大頭仔礦工餅店，可以買到好可愛嘅貓貓造型鳳梨酥伴手禮，真係超得意啊！味道仲幾好添，造型精緻。謝謝，拜拜。睇完貓貓，我哋就去猴硐坑休閒園區度搭小火車。乘搭礦車全票150蚊，小學生以下120蚊，3歲以下免費，全程約30分鐘。3個男人，你們3個好可愛。say 個 hello。小火車會駛入礦洞，裏邊擺放咗好多採礦相關嘅嘢。礦車去到體驗區就會停落嚟，等大朋友同小朋友都落車體驗下，模擬一下做礦工嘅辛苦。可以。
係啊，繼續地盤工係啊，地盤工啊。哇！我真係跑過嚟，哎呦，可愛哦！我哋嚟到全台灣最熱門嘅觀光景點九份，我哋嘅導遊加司機威哥真係好貼心，晨早叫我哋去定廁所，唔使去到上面先同人逼。扁頭。未行到上去，沿途個風景已經好靚啦，仲有啲好靚嘅打卡位，仲可以嘆杯咖啡添。行到去著名景點位置，真係好多人啊！原來條路都幾窄喎，上邊有好多紅色嘅燈籠，感覺上好似千與千尋咁啊！哇！行到山上山下，終於有杯西瓜汁飲下啦。好大杯啊，60蚊，OK 啦，咁大杯超平啊！成個老街好似澳門手信街咁，係咁懟啲試食俾你。去完九份，梗係嚟到十分啦。我哋嚟到十分車站天燈街，都唔算好多人。威哥帶我哋去相熟嘅鋪頭，有得去廁所坐下，當然仲要寫埋天燈啦。因為 keep 住都會有車仔過，大家都要小心啲啊！威哥同表舅父仲帶咗我哋去橋度放煙花添。香港嘅小朋友真係唔會經歷到呢一啲體驗啊！小朋友喺呢段時間就覺得係最刺激、最好玩嘅環節。大家記得comment、like 同 subscribe 我哋 channel 啦。